冇碰撞嘅情況底下，都有60萬至到80萬嘅天價賠償。呢個數唔係我哋講出嚟嘅，係保險公司計出嚟嘅。好啦，咁我哋咧就係近排咧討論度比較高嘅林姓律師行啦。咁我咧就姓麥嘅，咁旁邊嗰位咧就係姓張嘅張生，咁中間呢一位咧就亦都係大家近排比較熱手嘅一個人物，林律師啦。咁我哋咧而家咧就向大家分析一下關於80萬同埋60萬嘅呢個疑團啦。咁我哋大家見到條片咧，我哋3個咧都打格仔嘅，咁唔係話代表我哋唔見得人，係因為呢件事發生咗之後咧，我哋不同嘅同事咧都收到好多唔同嘅騷擾電話啦、滋擾電話啦，甚至乎恐嚇嘅電話咧都有嘅。咁所以為咗大家嘅安全起見咧，咁我哋都係想打翻個格仔咁解嘅啫。好啦，咁我哋都想就翻某個大電視台近排嘅一個比較熱門嘅節目啦，去分析翻一啲嘢嘅。咁啊，先講第一集先啦嚇。咁啊，第一集咧，咁啊苦主咧，咁就喺個節目度咧就聲稱話佢係有錯嘅。啊，呢個好重點啊，佢係承認咗佢係有錯嘅。咁啊，第二樣嘢咧，佢就話接近0公里嘅情況底下咧，就向後撞。咁呢個係佢嘅説法啦。OK，咁大家亦都可以上網重溫翻佢嘅説法嘅。咁好啦，不如我哋而家俾大家望一望，當時佢係咪真係接近0公里向後撞落架車度咧？好啦，咁大家睇完片啦，咁係咪0公里呢一樣嘢？我相信咧，大家都心中有數啦。0公里喎，大佬，0公里喎。咁啊，但係咧，事主咧都係一個盡責嘅車主嚟嘅，所以佢係有報到保險嘅。咁佢亦都有聽專家嘅建議啦，佢係選擇咧就唔和解，咁就交俾保險公司處理。咁所以到最後咧，呢個醒目嘅事主咧，佢只係需要俾咗個墊底費，咁其他嘢咧都係保險公司幫佢負責晒全部嘢嘅。好啦，咁嚟到第2集咧，我相信大家都睇過個大台嘅嗰個節目啦，咁就係架車咧就連 cut 幾線咧，就斜劈咗過去一條佢自己想行駛嘅行車線度啦。OK， 咁好啦，咁關於呢單 case 咧，我就交翻俾我嘅同事張生咧去向大家解釋一下啦。好嗱，咁講講呢單案件咧，個特別之處就係大台嗰個節目啦，佢係報第一次報導下，係一個叫做冇碰撞嘅情況下嘅交通意外。OK，而嗰一位人士佢係連續切線而導致有人受傷，亦都被控不小心駕駛。嗱，其實喺往後咧嗰個節目入面咧，有一位比較知名啦，一位大狀啦，其實都喺節目中提及過。每一單交通意外其實未必係一定需要有碰撞嘅情況下先可以叫被定罪嘅。而講翻嗰位事主，其實佢係一早係收到疑控告通知書，上面亦都係寫明咗佢係有機會被控呢個危險駕駛同不小心駕駛。好啦，嗱，而佢咧事主亦都係收到呢封信之後，佢又並不是好似第一集嗰位男事主咁。係即時向保險公司作出一個通知嘅，冇錯。咁好啦，嗱，但係其中個巧妙之處，嗰位事主係聲稱佢係喺10幾個月後事發後10幾個月後先知道，原來有人受傷喎。冇可能。點解會有咁嘅情況發生咧？亦都係合唔合理咧？佢呢個説法，咁我交翻俾阿林律師去拆解呢一個位置嘅。咁嗰位所謂苦主係俾人告不小心駕駛嘅，咁樣咧。喺嗰個法庭程序嚟講咧，第一冇得書面認罪嘅不小心駕駛，一定要親身到法庭應訊。第二喺個法庭裏邊咧，會有宣讀出一份叫做案情撮要，而嗰個案情撮要咧，我哋翻查記錄咧，佢認罪嗰份案情撮要咧係有明確提到。當呢單意外發生嗰陣時，係有人受傷嘅，咁所以咧，呢位苦主聲稱話10幾個月之後先至知道有人受傷咧，個説法係完全不可信嘅。咁同埋法庭完全係有呢個錄音嘅記錄嘅，咁所以亦唔輪到佢抵賴。
喺個法庭上邊，佢宣讀完案情之後咧，咁係會問翻個當事人同意抑或唔同意嘅。咁佢係必須要答同意，咁個審訊咧先至係可以去繼續嘅。咁所以佢係絕對冇可能喺10幾個月之後先至話我而家先知道有人受傷喎，係呢個係完全不成立。好啦，其實去到呢個案件嘅最後啦，經過呢個專業嘅保險嘅團隊同埋佢哋嘅法律嘅團隊咧嘅深入調查同埋一個計算啊，其實喺呢個冇碰撞嘅案件入面咧，最尾保險咧係需要向呢個傷者咧，其實佢哋計到係不少於14萬嘅賠償金嘅。喺我哋處理呢啲案件嗰陣時咧，我哋又唔會話空口講白話嘅，咁我哋咧係有據可依嘅。係，我想同大家分享一個案例。咁咧，根據咧呢個區域法院人身傷亡個案，2020年1198，咁咧判決日期咧就2023年2月13號嘅。呢單案件咧就係一個冇碰撞嘅情況之下，咁咧個傷者咧就年近60歲嘅一位男士嚟嘅。呢個咧估計咧佢就開始申索金額咧應該係60萬左右嘅。咁樣去到最後尾咧，法庭咧亦判咗27萬幾作為最終賠償，同埋佢哋咧亦可以得到堂費嘅。至於堂費咧，咁一般呢啲咁嘅案件，30萬以上一啲都唔出奇嘅。咁樣咧就去到4、5、6、7、80，亦係一個合理嘅範圍。好啦，嗱，去到最尾個事主咧獲到幾多賠償啦？嗱，鑑於咧呢啲就私隱保障嘅問題啦，我哋都唔方便喺呢度透露。但係我想強調一件事，我哋律師行處理呢單案件嘅時候咧，傷者係完全100% 係獲得晒佢所有嘅賠償嘅。點解咧？嗱，呢個時候其實我都覺得大台係需要為着我以下講嘅嘢去作出一個伸張正義嘅舉動啦。其實坊間咧，我哋都留意到一啲嘅 post 啊，而家我哋就留意到有一個仔仔就講佢爸爸作為一個的士司機啦，就發生交通意外之後咧，就揾咗一間公證行。好啦，而佢揾咗間公證行咧，就再轉介咗去一間律師行嗰度處理呢個申索。而最尾咧，呢位傷者啊，呢個的士司機咧喺獲得賠償嘅時候咧，佢竟然係需要啊，去將佢嘅賠償金中嘅20% 去分出嚟，去支付俾呢間律師行作為一個費用。而呢一個行為其實正正就係瓜分賠償，亦都係一個犯法嘅行為嚟嘅。咁有鑑於此，喺一間律師行入面發生呢一啲嘅狀況，公然做一啲嘅違法行為，我都好希望大台都可以幫一幫呢一位嘅的士司機去伸張下正義嘅。至於第3集咧，嗰位苦主佢咧就聲稱話法律應該保護弱者，咁呢點我同意嘅。但係身為法律從業員嚟講咧，我有些少補充嘅，就係法例除咗係要保護弱者之餘，亦應該保護受佢駕駛行為而影響嘅其他道路使用者嘅追討權利。好啦，我哋嚟到第4集啦。其實呢個情況同第2集咧有少少相類近嘅，都係一啲冇碰撞嘅交通意外。咁啊，大台受訪嗰位行走的豬肉啦，佢咁樣稱呼自己啦。咁佢亦都係主動講翻當日其實佢駕駛期間，佢冇留意到隔離嗰條線係有部私家車，而佢切線嘅時候，佢亦都係冇打燈而直接進行 cut 線呢個動作。嗱，喺我自己都有車牌，我會稱之為呢種行為啦。我相信大眾都會明白我講咩，我哋叫冚人一巴。但係其實佢今次冚唔單止冚個司機，佢冚埋人哋個老婆，佢冚埋人哋個仔女。其後其實都發現到小朋友係有明顯嘅瘀傷嘅。咁好啦，我哋亦都喺網上面啦，我哋都留意到有一個 post 係某某嘅時報啦，係啦，佢個 page 叫做佢哋嗰個時報一個叫主持人，其實佢咧都分享過佢嘅家人喺乘搭小巴啦，我冇記錯的話係乘搭小巴嘅期間都遇上到一啲類似嘅意外，都係冇碰撞嘅，純粹揼車，而令到佢呢位屋企人老人家嚟嘅，
要睇幾個月醫生，而佢亦都有一個位係感到好似好不忿咁樣，就係原來呢一啲嘅意外引致嘅受傷，原來可以追討，但係佢唔識得咁樣做。好啦，我哋翻嚟呢個案件啦。其實呢一位受訪嘅苦主啦，去到上庭嘅時候佢其實同第二集嘅情況係一樣嘅。佢喺明知道有人受傷嘅情況下，佢仍然好不負責任地選擇唔報保險。好啦，而呢一位嘅事主喺收到我哋律師行嘅文件之後，佢終於就識得去聯絡翻佢嘅保險公司。而經過保險公司專業嘅計算其實呢一宗嘅意外由保險公司去計出係粗略都要80萬嘅。咁所以如果你話就翻張生啱啱講嘅呢個案件為例，嗰個80萬，其實我想強調一下就係保險公司係經過仔細嘅計算而計算出嚟嘅。所以而家大家講緊嘅所謂60萬、80萬，就並不是而家大台所講嘅天價嘅嗰種索償金額咯。好啦，咁嚟到第5集啦，咁第5集咧，我哋睇翻啲個案啦，同埋睇翻啲文件啦，雖然 blur 咗咁我哋咧都認得出咧呢一宗案件咧，同我哋律師樓咧係完全冇任何關係嘅，唔係我哋律師樓去處理嘅。咁但係啦，好明顯你大台嘅節目咧，亦都唔會刻意去講話呢一個係某某性別嘅律師樓，咁冇嘅，冇任何提及過呢樣嘢嘅。咁同埋另外我哋都有留意到啦，關於呢個案件嘅律師樓啦，咁亦都網上邊有傳一啲謠言啦網上面睇嘅啫，就話某大嘅保險公司嘅主管級人馬咧，就會上去呢一間嘅律師樓度，去教呢一間律師樓嘅人點樣去 claim 保險公司嘅錢，而從而律師樓係會回翻錢俾呢一位保險公司嘅主管嘅。咁當然，我再強調一次啦，呢個係一個網上面嘅一個 post 嚟嘅一個留言嚟嘅。咁趁呢個機會，咁我哋認到啲文件又彷彿好似係同一間律師樓，咁所以就即係順帶一提講埋出嚟啦。咁如果大台嘅節目係想繼續就住交通意外索償事件繼續係伸張正義嘅話咧，我覺得呢個亦都係其中一個方向嚟嘅。嗱，其實喺呢個位置咧，我都想講翻少少嘅。嗱，啱啱麥生都提過啦，其實喺第5集呢一度。呢一個案件其實就唔係我哋處理嘅，而但係呢一個大台嘅節目咧，有少少叫做混淆視聽嘅感覺。點解我會咁講咧？因為其實我自己都有啲客戶啦，都就着第5集嘅內容去打過俾我，甚至發信息俾我問嘅。佢哋話：係咪又係你哋啊？係咪又係你哋啊？之後我話：唔係喎，我呢單唔係我哋負責嘅喎，點解你會咁諗嘅？佢就話：因為喺第5集嘅時候，其實佢哋都冇去刻意講翻呢一個案件係另外一間律師樓，佢哋就有一個錯覺，就以為亦都係我哋呢一間律師行做嘅。好，不過唔緊要嘅，都報道咗啦，亦都好多嘅市民都睇咗啦。嗱，但係就着啱啱講嗰件事件，其實我都覺得大台有咁嘅資源，不如好好咁利用一下，去睇下點樣幫一幫保險公司。去處理翻呢一個嘅問題，或者去證實下呢一個謠言是否屬實嘅。好啦，咁至於去到第6集咧，咁咧就係好奇怪嘅，係喺個大台嘅節目入邊咧，就係一個消失的客人消失的乘客咧，或者我哋大家叫做好啦。咁可能啲網民或者可能觀眾市民都會覺得，哇，點解會無端端冇嗰個人出現，佢都可以 claim 到錢嘅咧？咁咁其實我哋都要分析翻啦。咁因為咧，其實咧個乘客咧係根本冇消失到嘅，個大台冇講啫嘛。其實佢係有張相，有晒時間地點，去俾差人證明到佢根本就喺個現場度，係佢一直都存在㗎，沒有消失過㗎。同埋佢根本一開始嘅時候，佢係去咗睇廣華醫院，跟住之後就轉咗另外一個。OK 啦，大家好中意用姓氏啦，係咪 OK？黃氏嘅醫生度睇嘅，唔係話單都係林姓律師行同埋謝姓嘅醫生，沒有
係沒有呢件事嘅。嗱，其實大家留意翻呢一個嘅意外啦，兩架的士嘅撞擊咧，個力度咧應該都有翻咁上下嘅。車頭蓋飛起咗，一地都係玻璃碎。但係呢個情況下，兩架的士嘅司機，佢完全係漠視咗架車上面有個乘客，佢哋選擇咗進行一個私下和解。所以其實呢個唔係消失的乘客，係被的士司機消失咗嘅乘客。咁好啦，就住呢件事入邊，關於點解個乘客會消失咗，而佢又 claim 到咧，就呢一樣嘢咧係關於法律上面和解書嘅問題啦。咁呢一 part 我都交翻俾阿林律師講一講關於和解書嘅嗰一樣嘢法律上面嘅責任啦。好嗱，呢個和解書咧就應該係兩個司機私底下簽署嘅。咁呢個協議當然可以解決兩位司機之間嘅所謂就係財產損失嘅問題。不過乘客又點呢？佢唔可以，佢嘅利益唔喺呢個呢個和解書裏邊之中得到保障。佢唯一出路嘅呢，就係要告兩位司機去追討佢自己損失咯。咁呢個係法律賦予佢嘅權利嚟嘅。咁和解書呢，係唔可以褫奪佢呢個權利嘅。多謝各位抽出寶貴嘅時間啦，咁又睇咗我哋呢條短片，咁希望呢一條嘅短片咧可以釋除到咁多位喺心目中嘅問號啦，一啲嘅疑惑嘅，咁啊多謝各位。